食飯時間，我哋分享一下點解寶龍城又要喺度降價。寶龍城呢個樓盤點解又降價呢？最核心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嘅庫存問題。寶龍城其實喺城區咁多個樓盤嚟講嚇，佢一直嘅出貨量都係排喺前邊嘅，但係佢係一個超過有2800戶嘅大社區，雖然目前交付已經係超過有一半啦嚇，但係佢後邊仲有6棟33層高嘅高層，佢係未起㗎。第二點呢，中間位置嘅157平方嗰種大平層一梯一戶，佢亦都出貨量麻麻地。而家出貨量比較好係139，佢係已經係賣咗係有前面嘅22、24棟基本上賣晒，但係佢新推嘅23棟響11月份加推嗰陣，推演嘅價錢唔高，因為佢靠落12500嘅均價，但係佢當時加推咗之後，市場嘅反應唔好，所以佢必須拉出銷量，用車位嚟吸引客戶，從而實現佢嘅銷量嘅拉升就係以價換量呢個意思。咁點解19棟佢淨係做95平方呢？佢95平方嘅優惠係送1年嘅月供，即係等於平5萬蚊左右啦。因為19棟呢，佢係響10月份左右加推嘅，佢隔離嘅120平方同埋142平方嗰啲藍白對樓早就已經賣完啦。好多客戶買呢棟樓因為平10500到12500嘅均價，佢寧願選擇大嘅面積，所以佢呢棟樓2梯4戶前面嘅95平方呢，佢嘅去化就有壓力。19棟嘅95方響呢個禮拜搞活動之前呢，係冇點樣喐過嘅，所以呢次活動亦都用返1年月供嘅政策嚟吸引我哋嘅購房者。當然佢呢一次嘅活動仲係效果比較好嘅，賣咗超過有30套。所以寶龍城呢次搞活動嘅原因就係開發商定略嘅庫存去化嘅時間周期係有關，呢個係我結合目前中山嘅樓市我個人嘅一個睇法。其實有好多朋友會好擔心一點，就係往後呢個樓盤會唔會繼續動不動就搞呢啲各種優惠政策出嚟，搞到好心慌慌㗎嘛？其實有冇可能呢？我覺得就係主要睇佢嘅去化周期啦。咁而家嘅23棟呢次活動佢都去化咗有70%㗎啦，剩翻後邊嘅21棟，我覺得往下走呢就可能性唔大，因為成個寶龍城139嘅小高層呢就唔多嘅，但係95方呢，佢後邊仲有6棟樓會有呢啲回應㗎，或者係89。以市區嚟講唔止話係寶龍城我建議大家如果響城區而家買房，好多嗰啲90呎嘅房3房2廳2衛緊湊型嘅3房係比較多通質化嘅產品㗎。咩叫通質化？就係個個樓盤都會有呢啲產品，以後響市場上呢種產品嘅競爭力唔強，響而家樓價唔高嘅情況下呢，我建議大家能夠盡量一步到位，買大嘅就買大。無論係你買咗返嚟之後自己自住，又或者以後轉手，我覺得都會俾到你一個更好嘅回報。當然啦，你淨係要一個學區我唔需要話太大嘅空間，95方都唔係話咁大。我而家見到好多客戶仲係買一套95方直接打通要2個房睇你嘅家庭人口結構咯。呢個我就唔詳細咁樣講啦，有需要呢，就喺後台揾我詳細咁樣交流我會盡我嘅專業能力幫大家響我哋中山嘅各個區域，根據你嘅需求幫你優選最合適你嘅好房。